伫台东机场的4号位后，有装真侪反往公镜，也毋过最近就有人发现讲，规排大约20支的反光镜，有真侪枪支空哦。附近的民众是讲，暗时拢会听到亲像是空气枪的声，可能是有人伫遐试枪。台东县警方也表示讲，因会来加强巡逻。国军特别展开汉光演习，最近伫台东演练顶用民用机场提供军机加油挂大期间，吸引大批军事迷到机场维修边看战斗机。也毋过，伫军事迷聚集所在，有民众发现路边的道路反光镜镜面有几下个圆形落落去，也有风拍探过去像枪支空。附近居民讲，常听到疑似空气枪开枪的声音，拢做反光镜开枪。哦，这世界的这自进就拍到烂烂好哟。没办法。实际到台东机场东边的大路，规排会当讲20支反光镜拢互拍甲密密麻麻。附近民众讲，亲像就这倒种北场，台东警方接到报案表示会加强巡逻。鉴于该区域位置偏僻，以强化巡逻密度，盘查可疑人车，遏止不法，查获4类滋事行为，并依法就办。大路反光镜是辅助用路人，伫实地路口也是原路顶视线不良道路参考路况，避免烧龙。台东机场4号位龙电座，路面特定赛车是客车出入，官府甲市公所都设置数十支反光镜，一支做个办法，官府已经报警处理，一旦查出破坏民众，会要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